打開門啦，空下呢個飯成日星期六日就係開個窗咪算咯，你開埋門咪請埋啲品入嚟咯。咁你會唔會爭取自己免疫力多啲？星期六日考試食產品你同一屋檐下一邊食啊！我哋講喐身嘅本身嘅免疫力大家都有係啊！如果你話成日其實我哋嘅全部都係咁嚟嘅，我哋呢度個個都喐啊！咁咪咁嘛，講翻嘢啦。幾時仲好叻啊！你哋啊，好勁，好犀利。幾時仲勁？佢呢個醫梁美闊真係好犀利，好犀利。要揾佢做榜樣。咁你知好啦，咁唔好成日好啊，狗屎啊！依家講嘅大聲啲，我聽唔到。佢成日嗰陣去 China 啊嘛，佢話食完翻嚟肥咗，係咪抵佢啊？所以其實係咪抵佢啊？條小米係啊，你買條小米冇大大已經就有。你買嚟㗎？咁啊冇出現啊條小米係嘛？要碌翻出嚟啊！你想做係咪有睇頭先一啲酒店係咪有冇一個同埋好中意飲佢嗰啲嘢啊？你想買嚟中自己食少啲就係買啲咧，好甜嘅，太甜嘅，真係好甜嘅。喺香港唔飲啊嘛，就喺嗰度放。你可以少甜啊，或者微甜咯，微甜嗰啲唔好飲咁肥嗰種㗎。但係所有微甜都係簡單嘅。係啊，一個奶茶糖。係啊，少啲啊，係啊，即係糖分係好高嘅。跟住之後咧，就係跟住就關係咗嚟嘅。我上次上喺之前，我小就咗少啦。正唔正啊？要揾唔揾咯，即係揾啲好我哋揾啲唔係我哋香港大陸香港海底撈啦。其實香港自己一個我試過食嘅店就係我哋都有，之後咧佢有啲津貼，佢要收啲所之前你自己買盤咧，你都要收100蚊，咁佢話100、400蚊學費包埋個數，咪俾佢玩咯。得啦，我晏啲揾你一齊出去就得啦。以前都中意食
第三個係啦，好，幫聲去，double 嘅，歸還去 P 區，set B 嚟兩個嘅，幫 set 嚟嘅1、2、3、4 double 嚟，歸還去 P 區，小心下，set B 嚟，試多次，好，呢個就會做㗎啦。double 嘅，歸還嚟 P 區。set D 嚟，做埋隻左腳先嚇，1、2、3、4 tap double 嚟，歸埋去 B 區，set D 好啦，識轉自己轉啦，交腳踏腳，double 嘅，歸埋去 B 區，set D 前。幫聲嘅1、2踏嘥，即刻嘥嚇。double 佢，歸埋嚟邊出做一個 double tap。set D 嘅，幫聲佢。double 佢，歸埋嚟邊出。set D 嚟，呢個係比較快手啲要㗎嚇。1、2、3、4 tap。緊密啲啊，歸埋去邊鄉？set B 嘅，唔做可以做easy喎嚇。double 佢，歸埋嚟邊鄉？不過記得係要打開呢隻腳嚇。幫 set 嚟，double 嘅，歸埋嚟邊鄉？嘅，幫你數埋拍子啊！1、2、3、4 tap double 嘅，歸埋嚟邊鄉？set B 前，幫 set 嚟嘅1、2、3、4 tap double 去，歸埋去邊鄉？set B 嘅，係啦，同其他同學做意思我都得嚇。
行嘅，哦，識唔識佢？意思喎，入去，哦，左腳上嚟，我去親後嚟，左腳嚟，右腳落，識唔識佢？意思喎，入去，哦，方聲去。double 嘅，你排去邊香？哦，側邊嚟，左腳嚟嘅，哦，方聲去，1、2、3、4，聽 double 嘅，飛埋嚟邊香？我淨係做多一次呢個啊，側邊嘅，方聲準備嚟嘅，哦，方聲去，1、2、3、4，聽 double 嘅，飛埋去邊香？嘅左腳方式去，1、2、3、4，聽，double嚟，飛埋去邊香？哦，set 啲啦，最後啦喂 ，hold set cut hold，好啦，唔好停晒腳啊，踏步嚟嘅，哦，heel set，單踢嚟。